好熱啊！唉，你哋成日都買膠樽飲品，知唔知地球就嚟俾你哋累死啦？因為我一日要飲好多水，我飲完自己個水樽之後呢，就要出去買樽裝水飲。睇嚟你唔知道我哋聖堂有部飲水機喎，跟我嚟啦！呢度就有齊冷、熱水，以後就唔使出去買樽裝水啦。仲有你啊！呢啲手搖飲品唔健康之餘，又會製造咁多垃圾。好心你4旬期就學下黑記，環保飲少啲啦。你知唔知？果然係環保塔利班啊！冇錯，就等我呢個環保塔利班嚟介紹下今年嘅與大地收和活動啦。第一個活動就係4旬期嘅回收活動。今年我哋會回收飲品膠樽同埋 BB 奶樽，由3月16號開始，一連4個禮拜嘅早上9點半至12點半，我哋會喺地下禮堂門口、停車場嘅側邊收集回收物品嘅。仲有我哋第二個活動就係禧年水樽設計比賽，為咗減少大家買飲品，堂區今年將會推出一款水樽，鼓勵大家使用飲水機，養成使用水樽嘅習慣。而呢個水樽嘅設計就交俾大家啦。想唔想見到自己嘅設計喺堂區嘅水樽上面出現呢？咁就快啲報名參加比賽啦！唔好浪費天主賜俾我哋嘅塔冷通啦！禧年水樽設計比賽會喺4月12號截止啦，而呢兩個活動都係綠在文德小組同堂區牧民議會合辦，與大地收和，刻不容緩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啊！